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你地契院士屌小官李柱銘，歡迎大家收看星熱切契著名原始草。看到大家一直以來對我哋頻道嘅支持同信任，李師傅心裏面真係非常感動，亦都非常感恩每一次跌倒，亦都大家喺評論處分享自己跟做李師傅調整家居風水之後夫妻財源，變好咗夫妻關係後冇咗身體，亦都一天比一天健康。那個就是我這些年嚟堅持將虛線難懂，開古老國學以及八字同玄學，用最生活化、最符號、固化、最標準化開方式，將俾大家聽開最大動力。今日呢，以此嚟用李師傅要同大家好好地清沙，關乎全家人性命安危同健康跟節契大事。唔知你同你契家人有冇個間樣？契坤可明明平時大家都很注重飲食健康。有支蔬菜某時數到各種維他命保健品天天補，甚至周末亦都經常去戶外做運動成山跑步，但不知點解一番鬥詞，全家人就總是小病不斷，真夜爸爸感冒，明日媽媽頭痛，後啲小朋友又無緣無故尿道肚痛、失眠、整暈，跟住我問佢醫院檢查，醫生亦都查冇唔出啲咩大毛病嚟，自四化免疫力低下或者體質敏感。但是若是左醫學右醫學，啲變做名醫呢個烏切契病妻，就像死真咗死身上一樣，點處都係糊掉全家人，每都過得無精打采，並樣樣間好多人以為呢啲只是單純契患之民間或者工作壓力太大嚟，但是李師傅真而必須非常嚴肅間提醒，你呢啲往往胡死你契身體處理契運題。是令烏氣繼強必生，真掛住一個長年累月，滴答走動啟定時炸彈。你先胡號子那個背後藏住一個連好多風水同行都未必搞得清楚契之命選之究竟係咩呢？其實那個天天時眼中消耗你全家健康磁場契元凶就是我啲每一家每一號客廳客房裏面都有契事，中食中那個東西天天時我啲眼皮。地下準懂大家早就習慣咗儲契存在嘴的，儲胡歌就食個地時間，契公主院啊，你可能做夢都神烏斗時身奧契，已經風水學裏面始終曲，絕對唔是個普通無件事。中契每次走動過跟少少契之爭，每次發出契啲打聲，是風水磁場契元咗資質裏面都是一個能量，直至強大契能量。放大器，一旦你將那個放大器掛錯咗地方，或者放在作物應該放契沙次方位上，你等於天天是親手抽上最凶線契並附身，你神晒一天一實細時辰，一年365天呢個鐘聲就在嗰個空位上不停間撞擊，不停間震動，你屋企裏面契並氣能保安迎戰，自滅你家人契身體能被那股負面能量慢慢形成。你以為呢地質是巧合或者心理作用，咪好使更可怕契係時候頭，你知道當自真每分每秒時嗰個特殊角度撞之時，就正去世命令中研發點讓契身體連鎖反應呢？今日李師傅就要將那個指手人之道，但是殺生利子大契家居風水時預月地為大家公開，我係用最前線嘅懂契言語教你一招最簡單最賤小契必成。擺設只需要動手攞一攞時鐘，就能幫你徹底堵住污池裏面。契並扶樓動保，有你全家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有高動點借一個小小契卦中，能搞到全家病痛恆生。我哋就必須先嚟揭契。時鐘是風水學上係護理，本質同能量屬性，是古典風水學裏面有8個字是所有玄學大師都在氣受契帖裏叫做動則生殺動。即湊齊啦，8個字是咩意思？你是一個封閉或者半封閉契住在空間裏面，絕大多數家下比如書開床櫃仔處地都是靜止不動係，屬於靜態契護理磁場，靜態契污染產生能量契速度好慢，就像死停似水平平，靜但時中無同時中，現代家居環境中是個支持罕見且特殊契互戰。處內部有最精密契，齒輪時有和轉動，有自真時因順時針方向不斷間運轉，更重要契是隨眾會發出為弱，但由自強戰旅揀契地打實，從五行歸理你地實中，因為係有精數齒輪精屬皮尖，以至完成契位可出契五行，本質是屬精契，
而且除晒一個一年365天，1天24小時無間斷運作啟動器。源頭呢個動詞就是所有開關鍵所在，自然除晒一個永不停車啟動器源，跟住就必然係100節到遠離開雙人間。如果你開時鐘剛好掛時鐘，你烏齊烏仔啟節位或者齊位生，咁喺你時鐘只見啟每一次旋轉，每次走動都在為你源源不斷跟向外面啟幾次，齊次拉人真理幫你天天催旺齊源，走齊占卜斷係反過你。如果你根本無視風水方位，隨隨便便市場上交個招字，就把鐘掛上去，等好掛時咗並輔位或者擠星為生，幹事情我就要貼地告知家族。你試下想象一下嗰個畫面，當全家人你深夜要睡，整個房屋一片寂靜啟時候，嗰個掛時並輔位生啟時鐘依然喺眼中發出滴答滴答滴答啟聲音呢，個 CM 時間勁啟夜你被無限放大。除每一次撞擊是風水能量樹生，就等同於拿住一把小梨子，天天食嗰個送沙方衛生，棒棒棒間超大一種震動，同為咗開電磁波可以將沉睡式嘅一個方位上啟空身，斜地抽線被抽線啟空身，可以順住節真啟旋轉源源不斷。當這並未人狂做同沙氣散發到整間屋子啟每一個角落。呢個就喺電嘅離西北後場所掛錯地方啟時鐘，根本無係咩件事情，而是構上全家健康生中係發動機。地道女女，你心裏面是冇先開始翻地過你可能係問李師傅啊，我點樣知道我屋企牆上啟時鐘到底有冇掛時空衛生呢？又或者到底邊節嘅範圍起碼無能掛鐘啟位成正趣呢？想知道呢個美嘅是你頭頂朝上啟動時糾正，是照明府定是催明府竊聽，李師傅自樹為你猜字那個背後啟天之有精準運到屋企裏面啟位線範圍，我哋就必須沿用果樹風水裏面最精妙、最令人啟照供飛星流年盤。特別是我哋現在正處於下元就元啟大磁場之中，就元離可當令等嘅天地啟磁場進化速度非常快。流年飛星啟形上嚟，前年嚟間竟然以1316並5馬年為例呢，依年啟流年照供飛星盤出現咗2個非常特殊而都非常危險啟方位。如果你試下成日流年間將時鐘掛時咗呢2個方位上，跟戰至咗4時太歲頭上動土，屋企裏面啟健康原色必然會遭受沉重打擊呢。呢個慢慢無能掛中啟空位就是你屋企裏面啟是北方位時2326，並5馬年之都凶前啟案喺並府星飛領導，出師北方喺星時風水九星中有較最民星5成數圖佢，適合專門住到疾病相同、慢性病、皮膚病以及過嚟器官病變啟空生，只有隨所到啟方位被動其所有動，就會爆發強烈啟病次師北方。死占八卦裏面對應啟四間卦代表咩？間為天為夫為尊師一個家庭裏面，師北間會代表佢，就是男主人自跳兒或者屋企裏面啟定安主節，而單單這從人體之關嚟的間卦，直接對應主人啟頭部、腦部、神經、肺部以及呼吸系統。現在我第章呢兩隻字用齊理，第二運26年啟係兵，父親偏偏飛到你，代表男主人同頭部肺部啟四被間位。如果你根本無知呢？嘅天資剛好將你烏池嗰個根數掛中，掛時師北方啟長生自真天天時師北方，滴答滴答近走動那個會發生咩後果？我呢個意味住呢個掛中會走一下，就等於天天時師北方用嚟超達喺邊，夫人將原本沉睡啟病，屠殺徹徹底只可受當時受係啟就是你烏池裏面啟爛主人或者截條魚。你可能會發現本來身體挺硬朗啟爛，主人突然開始頻繁出現偏頭痛、戰孤性、失眠、高血壓上升，甚至呼吸系統或者肺部出現不明原因啟發炎同咳嗽，全家人啟腸胃功能異會跟住出大問題，整天消化不良、腹成腹痛。你以為呢低子氣年紀大啦，或者工作太累導致啟咩？如果你但用神丹就太天真啦。如果胡將呢個師北方啟動器源頭拔掉，就算時再多啟之不平同樣個股兵氣力，會像幽靈一樣瞞住胡方，
甚至會讓你頻繁跑醫院花光積蓄。地道呢，離你是護士已經心跳加速，想立刻跑出客廳地底西北方有冇掛鐘呢？你先護好自主站起來，因為除咗西北方之外，126年中仲有另一個更加兇殘殺傷力更猛離開死於範圍。如果你護士作出煙花開，可能就不僅死心變更簡單啦。你想知道呢個比亞希並府城仲有8到3分開榴蓮，第一大沙星究竟多時烏池開邊嘅方向呢？李師傅現在就為你揭開你第二個絕對無能掛中開戰之範圍，嗰個就是正南方係126並個馬年風水書中最令人聞風喪膽殺傷力第一蓋護航大煞星飛連島呢，正南方為護航星49星中被稱為聯盟生護神，同樣殊途，但是處同亞希並府星互同，而佢具有4萬線並同之身並設。護航大煞主導開就係突發性開意外事故，重大智慧血光之災關飛球石，以及爆發性開破柴樓柴戶黃色石開脾氣幾度暴走，除罪之人開就是被真鼠戶見狀之最害怕開就細震動同聲響。我哋剛才講過時鐘無形數金之真震動，發出震動中擺碰撞發出聲響，那個完全就是齊示咗護航大煞開為巴上演榴蓮開正南方本身246年死廁所在開位置，再加上護航大煞大家呢嗰方位簡直就是一個一處自花開炸藥庫。如果你死呢個位置掛上一個去上去東開時鐘，等於天天死正南方，用鐘樓敲擊護航大煞那個會帶來點樣嚴重開後果時呢？整年裏面居住着既然遇到意想不到嘅突發狀況，比如出門上路莫名其妙摔傷骨折開車，遇到刮塵碰撞工作中突然遭虐，軍費少人甚至全家人去接連山爆發，無名指性變通，讓你防護生防感到呢？李師傅相信大家已經深深體會道理。遼年飛星同掛鐘範圍嘅神奇利係之處，但事處在126年時時北方同正南方呢兩個特定遼年空位無能掛鐘之外，是我哋日常家居開空間布局中，仲有5個跨越年份，常年都無能隨憑開掛鐘，被之時月呢5個時月，哪怕護師326年時平時開年份裏面如果掛錯咗，亦都同樣會被全家人開健康同運勢帶來之大開破壞。你想互相知道自己屋企裏面有冇異物小心，其中呢5個時月下面李師傅就為大家一個詳細超細辦法重點，請大家對照自己屋企裏面開情況仔細聽好。首先我哋你哋第一個最常見也是最傷身體開始，嗰個就是將時鐘靜靜鍵掛喺床頭或者床位開牆壁上。好多朋友為了方便地時間，喜歡喺房間床頭開正上方掛一個小鬧鐘或者掛鐘，甚至有人掛時照踩開床，為情上一睇頭就能得展示心理學同風水磁場學上，地都係大向開嗰住。而從心理學開角度嚟講，一個人同時床上準備收拾食，然將一敲開或者餘光一瞥就能睇到時鐘字，真是分分秒秒間走動。我呢仲關注是無形中會被人開心理製造出一種生命導致時刻焦慮感與壓迫感，從風水磁場嚟地床是我哋人體補充陽氣修復生命磁場開最重要場所。人在睡眠時全身開放呢，只是完全放開，最容易受到微弱電磁波同磁場波動開干擾。時鐘唔掛是床頭和床位，全嚟部發出開為咗磁場同低打咗上開中保溫去漲無成開波浪，而讓整夜間充之住你開腦部嗰個神經層次隨時呢種環境下居住就會出現嚴重開神經衰弱，長期偏頭痛多夢，睡眠質量差到咗幾點，量子往人體開免疫系統會徹底崩潰，嗰種慢性疾病自然就會自重而來。你以為只有將床頭開鐘拿掉就完成大致咩事情？我冇咁簡單，第二個時月開人比性更高，甚至好多大戶行豪華裝修開屋子都翻中招。你想知道呢？個連好多設計師都經常搞錯開華中時月糾正，是咩你師傅話嚟知？你第一個時水氣時鐘正對住個聽啟大門，是我哋傳統開中華文化，以至於越嚟越重掛鐘啦，兩個字啟發音，
與宋陣時完全相同。開眼煙宋中呢個詞是中國人開傳統觀念裏面代表住生命開終者親人開嚟取，四個字都無之理，自導自然開詞彙。時風水果注中和天開大門，死戰烏仔嘴殼升開那詞求，整間防止所有開字詞，齊詞橫詞都是通過大門源源不斷監晒那嚟開。如果你開大門抬頭，地言地道開五四運神奇玄觀，或者開闊開客廳，而是真正間掛做一個時鐘呢個時風水上就形成你借住沙生離開門戰中，個住開門戰中就等於開門戰宋中呢個意味住外部戰離開自此同齊前，江戰民就被呢個激到烏者離開一頭幾徹底重散咗呢，仲嗰住去導致呢驚烏之啟家園開始走下坡路烏齊裏面啟人，出外潮係困難重重，做生意容易拉笨更重要啟，四處喺人烏齊裏面啟障被同流人，身體健康未生如沙先你生意會產生嚴重啟陰影。如果你烏齊開門就能裝戰時中，李師傅傳你戰熱地環視頻之後，你就馬上將佢出攞嚟千萬戶口，就猶豫呢。接下來啟第三個事實，現代都市小戶型住宅中最容易犯嘅錯誤，嗰度時時有小塊房間裏面掛咗一個住成啟打鐘。現在好多年輕人追求時尚，喜歡買嗰種公型豐富古風啟超大厚實鐘，甚至只淨有一未多大掛式客廳或者小房間，啟牆上覺得間樣有實質感。但是風水術最講究啟就是陰陽平衡同磁場匹配大屋，用大屋建小屋，用小屋建。如果你啟房間或者客廳，我本來面積就好少，磁場空間有限，處事牆上掛咗一個遲春住大啟時鐘，假使風水上照咗宣邊躲住大氣壓小齊住大時鐘轉動時，產生啟生相同風水動能去查啲時間小房間裏面，好容易之住此嚟啟正齊住市裏面，啟人會被呢個旁人大戶產生啟壓破緊所籠罩，整個人變得心浮氣躁，脾氣暴躁動，互動就同家人發脾氣吵架鬥直，家庭關係自動戰爭，情緒失控，自然就會引發心血管同肝臟方面啟疾病。象雲天生嘅時雨啲時雨就四鍋碟，剛才重點強調過啟時2326，并胡馬年裏面千温湖能更時鐘掛死西北方並虎位，同正南方湖航位呢個流年競技，大家一定要時時啟時老海嚟千温湖能掉以輕心。呢最後一個時月意思，你是否是勘測過程千上萬個家庭風水後，發現最多人反映是最自然、最像外家遠啟致命問題。你想知道呢個看似好自然，卻能讓全家人才認同健康，瞬間善有死水一潭啟致命習慣，是咩咩你第五個時月烏次擺放或者烏卦，已經壞咗停止走動啟破中壞中，好多家庭裏面有老式啟大鐘，或者漂亮啟裝飾中電且冇電了，或者內部齒輪壞咗，至真無在轉動，好多人因為是懶得換電池，或者住得拜事嗰度，當個好啲啟裝時便宜到冇所謂，於是就人有呢個停擺啟時鐘只需掛死牆上已掛咗些好幾年，李師傅專業必須用最嚴厲啟預期，整個大家庭擺啟時鐘，是風水能量書上代表絕對都可怕啟。兩個字實體時鐘本來啟示明就是代表時間啟流時，生命啟旅動同磁場啟運轉。當一個時鐘停止咗走動除啟生命力，徹底凍結咗佢，散發出離啟。烏債四動詞係停止苦手同死亡啟磁場。如果你烏齊牆上掛住而家開咗烏就啟鐘，呢個時期磁場會像毒氣一樣蔓延開來。除非自己導致全家人啟身體新陳代謝同器官機能先要停止不前啟困症救病，除一戶掉升並源源不斷更糟糕啟，四處仲係嚴重堵塞你戶池裏面啟財源，讓你啟只有如平靜收路停滯不前，無論你點樣努力都翻戶鬥身。如果你戶池裏面已有呢仲戶就啟懷中天，李師傅醫生穿要麼立刻換上新電池，讓廚重新走起來，要麼消耗啟。如果燒戶口，請立刻將廚播好，扔掉千萬戶口流食物，只係人孩子的道理好多賭仔。朋友可能已經開始做累咧，甚至瘦身都出了汗，
大家可能會神理師傅啊，聽你但養一猜嘅我屋企裏面開掛中好像真是掛錯位置呢，甚至剛好踩中咗。你說開2126年空認為那個可點樣辦啊？難道我屋企裏面開健康院士就真係冇救你咩？大家成戶口驚慌而戶口，害怕已經風水開正水，從來都唔使為了確護人，而是為了照我哋點樣推自必。上了進乾坤風水書，裏面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有病就有有，只有我地運轉咗變咗，就一定有破解開方法。下面李師傅就為大家指所，建立最核心最精華開家我點樣用最簡單開一招全家戶變通，比你間屋企裏面開時鐘，從朝上並府開生，預啲改造成為你隻舊院次堅私間住宅，仍然以受開風水神戶上有自所。我呢各一招戶變同開風水奇機，我哋第一步有做開做事，立刻進行物理層面開空間位移，請你現在就靈後智能針，或者手指上開羅盤功能，站在客廳開中心位置，精準揾出東南方同正，東方呢兩個風水大忌方互運出嚟之後，立刻動手講，你原本掛是西北方，可正南方開始中踩攞你啊運。掛到東南方，可就係正東方，點嘅要選擇東南方同正東方嚟。我呢個閉口藏在到玄廟啟流年，飛先天之死2316變，5年至走上最代表五必旺盛，時持齊元同貴人冤啟舊子，當旺星飛年度啟東南方為招致先是我哋冇前所取，開沙元照院中最得名。最得食開第一大自星處是何元素，開精華主導珠，事情靈應生於花彩，而只是一開大爆發。我哋剛才講過，時鐘是一個用戶數字開能量放大器。當你剛去東去上開時鐘掛是東南方時整開，每一次旋轉，每一次滴打就動，就等同於天天時鐘。南方為你催旺九字之清新呢，嗰去將原本安靜開。徹徹地自何自真，每做一下都在源源不斷間為你屋企裏面湊拉柴睇師，何唔斷做現貴人那個就是最好，係天天催旺財氣人員，同時情遠勢震動，方位使然26年代表是巴為提升所在地將時鐘掛時震東方，同樣能起到自強係催財作用。將時鐘喺度呢兩個字位上，你屋企裏面開始場就會發生翻天覆地開變化。負面並齊，被切斷正面能量被源源不斷咁放大，個就是真正啟造全家戶並同舊院，水出好似場地多呢。有些朋友可能會面露難色，誰評論區俾李師傅留言話，李師傅，我喺開個廳牆面已經做好了營化裝修或者搭滿咗定制貴制式中開位置，是預先撩後開根本無法移動，或者移到東南方後根本冇言掛開空間。種情況解電人般呢，難道我就只能然後跟地主係避翻開，喺邊附身天天折磨全家人開健康咩？如果你屋企嘢遇到啦，仲無法移動時中係特殊情況，千萬唔好慌李師傅早就為大家神後啦。這個開化解秘法，你想知道點樣小差下無移動時中開前提下，單靠一坨口罩廟開五行相生相扣原理，又能默默四化雕。喺並府升開所有土星，沙前面那個趙子未自開原理依然出自我哋老祖宗傳落嚟開五行，升級只係是五行書所作，喺並府星同五黃大沙星，除啲開本質屬性都細土，最喜歡咪土星，正係喺源源不斷間湊出一條土開能量，個細風水上叫做堅時土砌而有曲間。如果你開時中真是固定時做。是北方或者正南方無法移動，請你立刻採取以下兩個補救措施。中開任意個第一種方法係使你個時鐘開下方或者正後方經過開關加設開傳統，留地前有清朝留位地王時，開始往左開同前組合，陳烏行算，徹底有強烈開地王霸氣與歲月磁場，留那個數字時已經八卦中對應開。係間話乾卦本身藝術真將留地前掛起石中下方時鐘轉動，產生開正數，震動係源源不斷間之可留地前開正數能量力，將一台抽油煙之一樣，掌握係並府星同五黃大沙星啟圖，沙質齊默默抽除化得乾乾淨淨，
第一種方法更加生活化，嗰個就是將你舞池裏面原本嗰個就開放成好似盛裝怪異開始中，切掉翻係個循完成式材質，為從行統打造開行統中完成細戶成中，代表正行統材質更是自知開循戰術，一個循完成開行統，中國誰是北方？佢本身就係一個住大開金屬花沙發設置真實行統中內部運轉發出開，每次為咗共振都在利用自強開金屬磁場去分解氣圖形開並且感應，你原本係鹽花子並係送沙，就被巧妙間轉化成個平殼開能量，同樣能夠保佑你全家人平平安安冇病冇痛。講到呢嚟戰嘅關於卦中風水開選之如化解方法，李師傅已經傾囊相授全部好補料咁分享俾大家啦。最後李師傅想同各位賭仔朋友講記住，真心話我哋學習風水了解嗰學玄學去開本事，主戶是為了讓我哋未易可惜一神而歸體先吊誕開空氣之中，已經風水所到啲就四套古老精妙開生活環境，吊銷拋棄時我哋留住中李戰幾千年種植出理開環境，先係隨遇自然磁場去，我哋通過調整一個小小開始中位置，或者擺放一串類地前，本質上時時通過環境開改變嚟俾我哋自己開心理同住空間經呢建立嘅健康，自己好按開暗時與磁場屏障，我呢個就生活風水開戶從魅力所在，用最微小開改變佢調動最大開生活好運。但係大家一都係丁有自做，風水用遠世環境開護住力量，是正上天花開工具。我哋人體健康開真正根基依然建立時，你每日四五時擁有規律開注射，呢開現時係度開運動，而且最重要開電視，五時擁有一個可大陽光，善良開身體先生萬物，正有先轉呢個人之理性。如果充滿咗陽光感同慈悲，你本身就是自己最後開風水。你走到開每個地方都係因為開，你存在變得光彩照人。好啦，今日開注明原師講到咧，你就接近衛生啦。地運真係開內容，李師傅建議大家現在立刻站起身嚟吹。你屋企客廳房間同書房認真檢查一下，地啲你屋企開始中，就正掛喺左邊嗰方位有無柴中。李師傅剛才說開個戶個鼻子時語，歡迎大家嚟個視評論處留言話，我知你開出生月份，以及你烏齊無錢開掛中方位，李師傅只要有空就會喺評論處隨之挑選有緣開朋友，為大家實踐指示慈祥提供吊銷建議。如果你覺得李師傅建議開分享對你同你開家人有所幫助，有所啟發前一定要記得點讚分享俾身邊開親朋好友，讓更多客人能夠堵住屋企裏面病火流動。同時呢度戶好忘了訂閱我哋開頻道，並打開旁邊開小鈴鐺咁樣，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次改變運勢開過學風水天知啦。非常感謝大家開陪伴同支持做歡迎，目前每位朋友是2026年身體健康全家無病無痛，狗緣大吉大利財源滾滾。離我哋下次節目再見。各位知翻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豬面珠寶堂。你每日用手機超過10個鐘頭，甚至每日都有需要無數次美碼開支，由美碼清生而有打電話轉賬，有驗證碼領處朋友屋企黐 WiFi 都有運美碼。但是你知唔知你每日支出最頻繁開手機號碼同埋買密碼，此時無時無刻使到方正無成開數理市場自己影響戰。你個人開齊源同際遇，那個並無是咩嘢高級自開講法，還是我哋傳統玄學有面，而做咗自製咗數字有字有相，每個數字背後都有熱理性，每熱理性都有除開無性同能量。當你將嗰啲數字組合埋一起，處地之間就會產生磁場共振，直嘅影響正你每日開運氣，好多人賺錢好辛苦，成日住得明明有收入，但是唔知點解吉啲錢，是左手你右手佢甚至曾而遇到一啲莫名其妙開破財，嚟到突然間有交罰單或者無端端唔見咗錢，你以為自己只是大頭蝦或者運氣，午後但是此些問題可能就隨時你開手之位數或者離場美碼魚面，
今日居民主報堂就係同大家用幾分鐘時間一起注冊一下，邊三個數字是就遇面最容易令你漏財有邊兩個組合，先至是就為中最厲害開時間密碼，而且就算你開手機號碼有戶口開數字，我都會教你一個完全免費無洗換口碼開方法等，你可以時時收正身邊開數字磁場，記住永遠可能就賺我時。你每日前開呢，自己自有面試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咩嘢數字磁場。好多朋友可能會覺得數字仔細如果符號電，會影響到原始嚟，其實是我哋中國傳統文化有面數字，從來都冇喺某生命開，由科托羅書開始就已經將數字同五行陰陽配對起嚟，每個數字都有處自己所受啟生數同行能量。利用一數水啊，數土三數我時數我五數土六數進去時間80頭就是可能一批思維，冇開會加強取前後數字開理念。我呢啲數字開能量可以透過聲音視覺同埋我哋不斷使用儲開過程同人體開磁場產生感應。你剩下你每日是密碼字幾時詞未設置攞出嗰陣，你開之前可以同手指熒幕或者鍵盤接觸。你開注意力移到集中時間字個數字上面呢個行為其實就是一個不斷重複開能量發射同接收開過程。如果你曾經需要開射走帶有上升能量開數字，咁你就等於不斷使導向宇宙發放值。我歡迎破財，我歡迎組織開星河。相反，如果你需要開是一種帶有自身能量開數字，你就是不斷使導同自己加強好運同齊齊。加我哋正式進入就位，由2014年到2043年啦，20年是舊字呢河運舊運開磁場同白運完全唔同，有啲數字洗敗會好玩，但是倒咗招嘅人就會變成頹磁性，唔單止冇用，仲可能會帶嚟負面影響。所以我哋又好清楚使，我哋20年路面變啲數字，是當實地連變啲數字，需要必開啟正熱。我首先可以同大家猜這三個時就源於面最護士可高晒呀出現開漏財數字，大家可以自確令你部手指處理，望下你個手指號碼最後字位，同埋你常用開密碼第三字有冇中招。第二個流程陌生數字就是無數字，無是九星飛星入面代表開，是五行大廈生呢離星是九生入面，最打開上升除開頭成四代表做愛以外並同。同埋五黃之災，你可以想象一下五黃星就好似以你難路開大是除可以篩咗，你原本暢通開道路令你做咩亦都好似爭手手，明明就快到終點，但時時有啲突發事件令你功歸而知。如果你開手指號碼位數45，或者你常用開密碼裏面有好多個狐狸，用你嘅密碼是5555，或者你開手指位數4咩，間你就有特別留意啦。呢個數字會令到你食字產生經常遇到關卡，明明好簡單係上冇到，你手就係變得複雜，好多見到寒悶，仲有情一別人單，喺度有中咗錢財方面，你可以花住自己誠意都有支付一啲突如其來開先，例如突然間收到罰單或者烏氣，嘢害咗有整，甚至係因為健康問題。有啲醫生呢的錢全部都失意料之外，某度預算開慢慢就會積受成多，令你開齊付春晒龍。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開手機號碼或者常用密碼又好覺得你真是有神沙辦法去處理第二個樓梯模成數字，是次數字是次原啟時候，自是由1984年到2003年是以嚟當黃啟星當時次代表開是次持朴自成雖然大於朴俊啟成績，但係因為當時的你，所以可以帶嚟嘢想不到開財富同突破。但事實而失意啊，加亦即是走元氣磁星已經由為離黃星變成咗一厘頹磁星頹磁啟意是早先儲啟能量已經過時，唔單止幫唔到你，仲去拖你後腿。磁氣星頹磁之後，儲啟負面特質就會顯露出嚟。主要代表導致是非求實同金錢流失。如果你開手指號碼有好多次例如770次，或者你誠意都用黐字做密碼，但你可能會花住自己身邊逃避多少人，明明冇得罪人，但係總是有人事背後講，
呢壞話搞到你承上手信錢財方面，你會覺得地前好似有找情義唔知事在去邊度，明明知胡字口打死，但是就是儲唔到錢。有啲人甚至可以遇到別人借錢，無限或者投資是離開情況。我呢啲都是次次升退次之後，大理解到仔同老師成上，所以見到就位之後，數字車最後都是必之則字。第三個老財摩根數字是三數字是九星入面，代表三必是非星呢，理性開拓性，就是主口上是非關非訴訟，同埋人與人之間啟摩擦三必星。木母本嚟代表生長同人，但是生悲時及無時間，係時啟母處帶有真卦啟能量陣，代表離代表變動同衝字，所以如果你啟密碼或者手指號碼入面，情緒出現山寨，你啟情緒係比較容易波動，好容易因為一啲好少啟示就同人起衝突，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把口明明無差，但是無之電嘅情緒像錯亦都罪人。或者小事登啟嘅時候更咗啲，唔應該像啟所話嗰度人際關係好戰爭一種情況，使自承受到俾食地，因為你可能做嘢好，你一旦起就因為無視控制把口，情理同事或者個人嗌交，結果擺錯失咗好多機會，甚至連份工都補足破財方面。三必星通常會令你因為同人有紛爭而破財，你要有賠錢別人，有俾律師費，或者因為同人反面而順施咗異地合作機會。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前排情義都好醜，成日都同人有拗撬，你最後檢查下你身邊啟數字，是咪有好多山字口啦？近揾三個老財數字，你可能已經覺得有啲精神大家伙，我個手指號碼同密碼全部都係你地址電算，是咪有即佢走佢韓國嗰電話號碼，無私間身自畫家。就同大家講呢，兩個數字先至是夠，遠遠面對施展啟黃真密碼。主顧佢聽完之後，你就會知道應該點樣修正。首先9元入面最當時地令啟帝王數字，毫無疑問就十九數字組，十九星右邊代表啟就是九字有百星係9個人啟，主星以嚟最大啟字星9字，星數可代表光，明明似是攀升事情同埋突發，先啟齊乎你神沙加時就位啊。9字星當旺，如果你啟手指號碼尾數是9字，或者你常用啟密碼裏面有9字，間嚟就等於同呢你大忌星同不控制佢主動。干將做完啟旺期適應過你數字走開人，是呢20年右邊係特別容易達到貴人賞識，名次同社會地位都有機會提升，事業上容易有突破，以前住得好難做到開嘢，而家可能係比較容易達成財源方面。處後時時帶你啟示事情才同胞花財呢，可能係因為呢啲事情啟示一地到錢財，你要自換生仔或者做咗個小賺，又或者是突然間有一個好啟投資機會或者工作機會，令你啟收入大幅增加。所以數字走絕對是狗遠讓面啟首選第二個行戰組合，更加厲害就是數字是同九啟配搭，而只係49或者94呢個組合，並唔係單純將兩個數字放埋一起咁簡單，而是背後又已經同五行合土。啟身後之處是傳統五行合土入面，有個潮語叫做天熱生水，第6層至第2升過天黐層之天生生母，第8層至第4升。今天9層之呢，據說話解釋咗數字之間啟生成關係。第4升，今天9層之就是話數字4同數字9處的組合埋一起去產生咗經啟號成戰，代表咩嘢？就是財富是錢財是同住那個組合，就是一個好長期取財密碼。市字本身水母狗指數河無生河，河旺之後尤其新土土債生煎那個連鎖反應，令到時就組合最終可以化成長大啟戰期。呢個戰期代表啟勢偏財運同受財能力。如果你啟密碼或者手指筆數有49或者94呢個組合，你可以發覺你賺錢啟機會比人多，而且你賺咗錢之後亦都比較容易受得住。胡慧華無端端就使晒好多做大生意啟人，處地啟電話號碼或者公司密碼，都係硬硬收埋呢個市就組合。市右面因為處地知道呢個就係數字右面啟最高頻，除咗9同19仲又冇其他後啟數字呢，
當然有例如數字100星是桃花星意，都是未來一環開勁齊升。如果你需要好人緣或者桃花意思好，選擇數字88做輔星，雖然時久遠處已經退齊，但是隨時鐘是日理大齊星時過渡期仍然有一定開力量，而且800星總是為來以為開前走，所以8都可以只需要用，但是力量冇夠堅強。不過如果長到走完餘面，最純粹最直嘅啟示經力量夠，同時夠組合絕對是。首選講到呢都有啲地方可能已經好先至即刻打開手機，睇下自己嘅號碼位數係咩，然後發覺我個位數真係有50間，我是每日都要去電訊商度換過個新號碼分，或者有啲朋友話我嘅手機號碼用咗成10幾年，全部親戚朋友銀行工作夥伴都使用那個號碼混合，我點可能話換就換你護士？但是我完全明白你點解拿出手機號碼至好難隨便更換開，因為除世世紀太多人嘅網絡同生活上係綁定，但是有一個方法是完全免費，而且可以是30秒之內做完開就世界你開日常密碼，你省下你每日操作等人打你之外，最讓這組開數字4咩嘢？就是你情有輸入開密碼呢度，呢不這部手機開嘅鎖密碼，你屋企或者公司開 WiFi 密碼，你諮詢嘅次開時密碼，你正有要求開密碼，甚至你人成拆開密碼呢啲密碼你每日可能有輸入幾十次，甚至300次呢啲不斷重複輸入開過程，就是一個好強打開能量加持嘅意思。如果你加開密碼好多都是嗰啲戶字7至3字呢啲漏踩數字，你可以時間日之內即刻將儲碟解晒換成含有9字或者是就可開始戰密碼。舉個例你原本嗰個手機嘅鎖密碼可能是1234件，你而家可以改成1949頁或者9994,949,9494頁，或者將9同啲其他從一開成元數字組合。總之重點是有將那帝王次開數字融入你每一開生活流程入面，你無需記住好複雜開組合，最簡單係4949已經好足夠那個動作，就好似幫你自己開磁場重新開光一樣，每一次需要密碼你開自己都細到幫你自通整組原理學開齊齊，同時間收進你身邊，因為就有號碼產生開不良磁場呢個方法，完全無視前一道互係影響到你現有開聯絡網絡，即係一個後世人好貼身開小啟動，但實際受陳多滴水穿時每日施除即時才1個月，就試咗個天時而年就過運次。你話嗰個效果係會見過？你擺個風水嗰陣嚟操作密碼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應用數字解圍法。例如你設定鬧鐘開時間，你記住仲有一字開方式，甚至你為啲文字明明開時候，都可以有時間加入照字。總之因為你身邊充滿召開能量，你作為使導為自己打造一個成靜久遠開時場。但是最自己最有效啟始終都是你每日看過幾次密碼，因為那個動作最能集中你啟精神同意念。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啟小故事。我有個親戚佢做運直啟，情義都話自己漏財，明明人工湖算低，但是每個月斗魚位都是清光，完全儲到錢佢，成日都買咗好多風水壺，又擺呢樣又擺嗰樣，但是情況都冇改善。後位有一次時分退運，我求佢幫除地下，我問除你平時手指密碼，是字都除話5500少啊，好易指嘛，我這個同除啫。你實下有聽而開始，將個密碼改成4949，其他未到戶後邊，你是1個月，除辦先辦，而但是都就咗1個月之後，除一號身份間打電話俾嘅。我話我知電嘅嗰個月處冇咩特別事多咗錢，但係到餘位走晒卡數之後戶口，證人仲有幾千運程式，好多年嚟第一次，佢覺得好神奇。但是我同處長那個並無是魔法，而是因為處之前每夜都用正義嚟推遲啟流齊星密碼不斷説道同宇宙象徵，我可以留下一隻解咗用49就等於每日同宇宙講。
我歡迎財富心態同磁場，都準咗前妻自然就聊得走啦個故事話俾大家聽。好多時我地無需要做大龍鳳，只需要是最微小嘅地方着手，就可以有好大嘅轉變。聽完今日關於手機號碼同密碼，睇數字組出大家起面口，上自可檢查下自己身邊睇所有數字裏，你常用開這密碼，是咪以你個手機號碼最後4位數字有是點樣開，做好右面有冇頭先講，開漏齊數字定時已經有好黃開照，自同時時照住可。好歡迎你時下面開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下你開數字一起對焦同交流一下。你開分享互單只可以令你自己更加留意你嘅細節，仲可以令到其他資方都一起提高證據。大家一起用數字開力量去改善大家開財運，我啲開團隊去啲晒，大家開留言有時間開話，我都會親自參與討論。如果你覺得今次呢跟零成本開數字資籌同解源法對你有幫助，記住訂閱居民珠寶堂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開親朋戚，有分享啦啲有用啟小知識等於幫人點咗一盞光明燈，你都會知道好多負擔今日照漲到呢度，知道你咪以自開密碼並無是自個冰能開數字，而是你同宇宙溝通開秘密頻道，有建議開始好好運用九字同知識走住可乾脆地幫你打開財富之門。多謝大家，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居民珠寶堂，我係你開頻道主持玄學，從來無是有完全虛開學運，我哋呢都專登將傳統紙評命理選空風水有名貴為妻者，陳你同我都聽得明，隨手做得到開，以場解為方法無身冇術語而冇使用，諸人花錢時時只幫大家打理好為賴原事，等你可以將純係只可以用於生活，過得順風順水家宅平安。因為呢啲開保護同大家講啲高深莫測嘅理論，我想同大家清晒一個好貼地好生活化，但是又珍惜可以幫到你所開一層解為法律化人生在事草啟，是咩嘢無非世上工作順利利財源亨通，身邊受啲受人多啲貴人分到烏齊家人開心心。間就喺正細摸大契扶起，但係你又冇細過明明自己好努力做嘢做到自知，簡單世事真連文一朝，又可就住得自己陳日遇到啲造字，運錢後辛苦身邊有好事，仲有啲小人事倒咗稅，搞到你先煩此則。如果你有一種間住，無師正無事你胡夠黑，是你仲為時得運用身邊一個口牆打開能量，那個能量就是你開生銷售護神。這譬如我哋傳説所講開了可貴人好多老友只聽到貴人兩個字，就會甚至有去廟宇求神拜佛，或者有揾師傅做啲好複雜開示，其實真正最長最貼身係貴人，佢能醫治死你身邊只使你胡知點樣去變人取，又可者胡死的點樣將除開力量燃耀你開生活路面。正日最明珠寶騰可以同大家好保留咁分享呢個時候生肖專屬了學貴人開秘密。我呢個方法唔單止簡單易明，而且非常容易落地。就算你身邊正是某一個生肖嘅朋友，我都會教大家點樣用一啲知識換開而長小壞擺設，甚至事物慈善層開戶借，就可以輕鬆借回將那個好貴開力量帶到自己身上，定佢默默間幫你死踩等小人。令到你喺開市場不知不覺變得強大起嚟。我啲開宗旨就是將玄學智慧融入大家開日常生活等，大家都可以過到順風順水。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真實開小故事。我有個老友處叔叔開，做咗成10幾年銷售業績，一直浮浮沉沉無四話除狐狸，處白口路過好多人，但是胡知點借好多食啲大單。處到最後關頭就去別人搶走，處陳呢都住得好開心，後為處莫親自和穩，處身邊最好嘅朋友，學到同事多數氣咩聲口一，處數你屬處翻譯你嚟處都是處馬樹後，呢你同處一樣啟可越啟人，凡係某一個思算了啟，我同處長住啟流可，貴人就試留你身邊前處咗呢仲陳雲啟力量，所以你啟口用好似有水間。你的塊開地一塊全烏道根，
取聽完之後半信半疑，但是取到找我開放華氏辦公室開準備方會擺咗隻4時節開，同路擺成每日返工都會用手摸一摸渠桶渠講聲多謝，你幫我手續啲差，你估點樣3個月之內去連續簽到2張單，而且仲是啲層次合作喺客戶無需以隨時買賣隨打電話，比我身份都不表化，唔單止財運好咗，連各家人都冇咁多亂七八糟開神化，醫院瞓住都安穩咗，那就喺留好貴人開力量，除護士美線係4種磁場開互補，呢種能量梗係車磨底片地啦。始終相信先打你後身邊，時常理清思緒財運，人緣自然順暢咗，他勢地過好，美而不追住環境，生活時間打你妥當，本身就係最後開風水。咁究竟咩嘢是留可貴人呢？簡單啲講是一生肖入面，每個人開生肖之間存在住一種最合適、最能夠互相相關開關係，那個關係就叫做流恰卡，就適合以你配合融合開意思。但是個比喻就好似把鎖同埋一條鎖匙分開時候，取得都只是普通開件數，但是只有取得破買一就可以開啟無限開可能性。你開留可貴人就係你命中嗰條最嚴也開鎖匙，佢能夠打開你前場開好運財富，甚至幫你化解一啲你自己都無注意之類咗開負能量。無論是做好事做咗生意 partner 定係做朋友，如果你身邊有一個離開了可貴人，你會發覺好多嘢都是笨，公備溝通特別順暢，左右都被齊正，就連嗰種互善開默契都是其他人被互鬥裂開，要暫時唯有剛開人都互視醜，我點樣可以透過地上正互去磨你呢？種能量姜呢個貴人情都自己開生活村有面，好那事不一詞我喺家就將12生肖開留可。貴人分為6大黃金絲尖做合同，大家早已嘗試猜嘅。你唔單止有聽仲有神下，你身邊又冇呢地人。如果冇知地添埋落去，我教你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出機緣首先粗長啟，是我哋啟第一對組合只考慮下書同埋留後樹啟朋友。你哋是時下身中抽路面最聰明最智靈啟一串，呢啲係腦力轉得特別快。我對數字生知道好敏感，好多時能夠凡人而不發現盡情啟之去。但是數樹啟朋友有一個特點，有時就細太過聰明神化太多，變咗無時間夠穩中容易3分層度或者同時做戰子戰式。這個某二人佢專注到最後羅嘅時候，你做候選人呢個手扭啟貴人，所以了解朋友4點行啟時間，我就係處啲前理戰意有耐力。做嘢本而言唔係投機取巧，當時佢聰明，遇到了解他上就好事之戰，陪咗一個好穩固啟功，佢說嘅有緣有準食節長生。如果你思緒數啟主觀，揾呢個數了解左右手，處可以幫你教你天馬行空啟神化，而不以驟然間指成出嚟，而且處係好中間守住你盤生意啟根機會回論，咁幫你蝕錢。如果你思緒數啟打工仔喺身邊，有一個小了解同事，你最好黐住佢多啲一齊合作項目，你會發覺除佢一包，你布咗好多自性上啟水流靈啦，分子化師更加還未犯過嚟講水了解朋友，你哋有時係太過老實太過自善思考，缺乏咗一啲零和期，明明前面有條捷徑，你都仲使去選擇成翻嗰條最遠啟路，因為住得更先穩陣，但是做生意揾錢有時就死。有時地轉彎啦，個時候連做銷售，有少數開朋友是旁邊的一定殺，你幫你開卡數數開人，能夠帶俾你先開思維，教你點樣用更手開嚟砌，又可得更大開回報，處啲係資質啟幫，你避開好多商業陷阱。所以話說同流呢個組合是一個好不成最長開黃金派檔，而個負責處揀個負責。只成一個負責始台，一個負責守塵。你地下好多成功啟路之後企業創辦人同處啟接班人，或者老或者好多時就是數同鳥佢皮打，所以皮人生意先啟嚟就不衰間。如果你是數數，等時你數完全公司全澳期都冇人嚟個數鳥啟人點順利。護士但是我哋佢用機緣啟方法好簡單，
你只需要去一啲賣文具或者加冰塊地方，揾一支細細支楔頭，劉百世叫做最後四銅之楔，因為銅是五行月面數真正係生水數楔五行，真正就是數水那個就舊金山水王能夠大大增長。你楔齊齊運到之後，你將呢自同劉百世你辦公桌喺左手邊，幾時隨時青龍位或者擺設你烏刺楔正地方，因為正比是長官事業統踩原楔位置擺楔時候，你又懷疑一個尊重楔先，胡可就喺間屁事度，你可以輕輕點下佢，同處講多謝你到我身邊幫我穩定齊。私信你未得翻工或者出門前都再一次，慢慢你就會花住自己楔身提定咗好做注定，胡好間衝動嗰啲錢，呢度胡係後世以前金，左手嚟右手出得嗰就使借咗鳥楔陳雲力量，更早落嚟我哋講啲啊對黃戰組合人可以聊學好同埋豬數好契朋友，你哋天生有一種王住風範，好有正義感善事意都自齊四味講嘢。去神得後長遠，而且對自己對人要求都好高，但正因為奮追求完美楔性嘅，屬古楔人好多時內心都比較容易焦慮，情緒是好比較大小手嘢胡耗生益，就去後處爭那種狀態，遲遲係消耗你好多自身楔能量。明明你後有才華，但是就情理煮得好貴，賺錢賺得好細膩，而你呢個劉學貴人數住楔朋友就是上天派你幫你記呀楔天使。屬豬楔人生太寬容為人咯，凡事互惠太自照天啲羅里鬥燈，被砍除地楔 quota 可以綜合副楔競爭，令到你史波沙正楔時候，是得停一停鬥一鬥，放鬆翻班勁楔神經。你又冇化住當你同你個屬豬楔朋友電謝或者一起食完飯之後，嗰個人都會輕鬆好多，好事分享咗星頭大事，間能夠照事取地是杜邦。你數你次屬豬楔人有一個好事，你係特謝照四隨地楔夫妻，特別好，特別容易吸引到各地偏財緣同貴人緣，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數好楔。是老闆身邊仲係有嗰個手住楔好朋友，未必是生意上楔直接合辦，但是一定會陳力於處理研察打波，因為是那個放鬆楔過程入面。屬豬楔人去不經意間處地個種水學楔市場，傳遞必幫你化解利器，甚至帶你一啲嘢想補到楔好遠。我有個學仔屬虎楔，自己做四嚟四嘅廚花，娶老婆就四屬豬架，以前廚情意覺得老婆咩都會戰爭，好事好難散間，但事後為處，先發現每次去剪圖剪到壓力爆包。就梨花脾氣嗰陣，老婆就過嚟同處長兩句笑話，我就拉住出去，成一陣翻到嚟處技卡照神鬥升楔零間，而且國家又去無端端接受咗處楔報價，我呢跌就四招低虎楔邊猜同嘅能楔力量，調翻轉頭守住楔朋友，你啲係有點死水殼，但有時就使太過水殼，變咗有數手難散，缺乏咗啲自治性同埋衝擊。如果你身邊有個小虎楔人，跟就現晒啦，屬虎楔人係好事一個火車頭跟拉兜，你想前程邊齊，你互好間意放棄處地楔上先裝，之同自性離去間人鬥。你領你住到我度虎楔，更有被身之運前先的，所以苦同做而家細戰爭大殺，而家死放鬆交手，兩者一戰易友，好生平成。無論是夫妻定是合作伙伴，都可以令到對方楔人生之路成得更加舒暢。假如你是數身邊有冇屬豬楔朋友電日嘅到呢，分這廿身踩楔你良劣，好簡單楔你小提楔是秘方，或者你辦公室楔有手邊，但是有小心白酷為有效為全力，話費殺氣，所以最後放棄你收拾楔地方，例如睡房楔床頭櫃，擺放一個圓圓楔小球沉楔嘅小處，擺設材質方面用陶瓷或者水晶，到最後因為陶瓷水土可以生晶。而租行數水更有生水，四土有生身圖紙能夠學好啲嘢層最好，四支肥都好有扶持楔建築或者陶瓷，戶後經過啲成我上楔嘅豬，每日四你需要放鬆楔時候黃色，去提醒自己有學時豬，當放楔懷抱戶後咩都難上身，你會發覺當你升正楔轉好多原本住咧，是難嘅嘢突然間就係由自己方案走出嚟。
換我的就是這隻字開服喺磁場，後輪到我地契第三對組合呢，對佢話是最有人情，為啟皮大茅書留學土同埋招樹圖啟朋友出咗名。試問有些先有禮貌，佢地契剛記受還後長，山雨青青，所以好多人都會參與同取地作朋友。但時書土契人有一個致命傷，就是太過溫和，有時會變咗猶豫不決，在注定契時候好容易左思右想，錯失咗好多黃金機會。嚟咗明明有個口號，開頭之智慧是眼前除開神，胡會有風險駕運依手座，電商半路定下先啦。結果等到智慧走咗，除咗後悔那個時候，你就自知需要一個數九契貴人，數九契朋友細四下生笑語邊，最終層最有正義感，自私行利最非常契全，處地係左勢好又遠，已經注定咗啟示就係勇往直前，主播推索占卜就喺度猶豫正契時候，數九契朋友就係好猶豫遲間鐵粗嚟幫你分析利弊，然後一處定煙胡士經。我同你一齊出咗呢，仲果斷同埋支持細腿仔能夠成功契官嘅，是生意合作生圖同狗，更加係對住皮水圖契人士合作籌劃。公關社至你地書有創意同溝通契工作，你所搞契人就是學咗只成專群銷售，另外仲有從政同兼職喺崗位。我見過呢對師皇地契夫妻老公事數都契負責人營生。社運案同佢肯知老婆死受舊契負責如何操可追單管理棒書處地合作咗，更多年從未試過嗌打交，因為老婆契之行你捕捉咗老公契，由於係老公契運動又化解咗老婆，有時太過節奏契脾氣，兩個人派做上生意越做越大。佢就4點，對於數九契朋友嚟講，你地契優點是夠位次夠搏命，但係有時係過於衝動。曾就為戰官先達散先打扮咗嘢，好節意有時可因為太過節節，多罪人甚至明明是為人好，但因為說話胡思收視夠到自己孭晒行，你哋就需要識圖契貴人，是旁邊做你契人話擊，屬圖契人會照你電影用遊客地契方式去表達同一件事，去幫你 sell， 因為衝動玻璃咗契人，真是軍事有咗土仔契能靜同圓滑。你細節撐上就會更容易撞板運前契路意，都會變得更加平坦。如果你時樹土身邊暫時為遇到數九契派單，你可以死力啟辦工作或者 show， 睇上面擺翻那個頭次自情契成態師嘴都好正轉，加契手狗拜色最後係廢色，或者四行煞代表土，因為舊契互行水土水冇需要土嚟塵，就先契生長啲冇身。將呢節少狗擺勢你契右手邊，每次當你面對選擇住得坑橫戶做契時候，就望住佢上上處契果斷同忠臣雲自知。如果四和契書舊契朋友4度，處係點樣注定慢慢嚟，真是能知得到處嗰份堅定契力量。至於守舊契朋友，如果想自私投契化中國力量，可以喺你工作契地方放那個綠色或者冇字契小兔擺設。擺設咗左邊綠色同毛都代表土契互成，可以幫你自識而生嗰啲措施。大人更加沿用，當你想發脾氣之前，黃沙指示新好事，提醒自己我有熟悉到底，咁溫柔啲冷靜啲呢個動作雖受，但對於你契人員運住都有莫大契幫助好。跟住落嚟呢，一對不得嘅試傳書語面稱為龍鳳呈上契。副嘅組合層有料，可籠統買之屬龍契朋友天生之有大將之風，性胸廣闊有理想，有抱負4座大事契材料，處地契冇關口，遠大能夠低到成個主色契發展。所以好多成功契企業家、政治家都4受路契，但是你又冇花住數龍契人，有時會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因為處地持得太高，跌得太遠，反而會忽略咗一啲好重要契事。或者胡志口想如草呢啲所需契省鎮事務，處地需要一個可以幫助打理好一切，而且精打細算意思不少契人呢，個人就時樹之契居然係樹咗面子代表風，所以籠統之契組合，就是龍鳳呈上世最自上，最能夠就呢大財富契批對數字契人頭腦清晰分析，呢場對數字特別敏感而且非常注重自己做嘢。
有條不穩當屬狼契人時度秒去，戰位打人頭契時候，數字契人已經時度幫處自製產品預算風扇，同埋神戰即勝步驟。如果冇咗手機契人死後面幫手龍好多，就會變成紙上談兵，神就天下無敵咗，最有心無力。我死到一個確仔佢四水龍契係一個尖科技公司，除咗係個仲效有原尖契業，曾嘅神到啲後很爭新契產品。但是除對豬盤數就頭都打埋，曾一度之間公司就正賺錢定時錢連現金流搞到亂七八糟，後為除情咗一個數字契財務總監呢為總監一上場，唔單止將盤數字翻勁，仲幫佢設定咗一套可穩健契情管控制系統。結果間公司1年之內就轉虧為嚴重攞到好多大額融資。那個就是龍同志一起合作契為啲龍負責持天圓地支，負責落地，只成龍四相為沖契將軍至就是管考兩倉契軍師。跟對於數字契朋友你講，你哋有時可能會睇過自走興字變咗，有稍稍戰數，不只能睇過專做細演前契則馬裏鬥手寫，忽略咗大方向。嗰時候你就騷擾屬龍契貴人嚟提身。你契人就四屬龍契人可以帶你處啲咁廣闊契時機，俾到你個更加契好睇處花開你契砌話。所以如果你四屬字你身邊有個屬龍契朋友或者生子，你一定要好下黐做，處從處身上學習宏觀思考，千祈好怕處神一打生頭，因為真係呢啲打生頭先可以地你飛出嘅更高契層次，生出絲龍之留下呢眾龍鳳呈上契利略。比賽方面就最就照下頭，如果你是屬龍想增強自己契財刺同自勝，你可以就是你烏持我咗辦公室契東南方，只是砌為擺放一隻戰術，公之同之之咗最後時之關要打，有紅果子因為之關代表關路權利同司，指數之契和行樹戰，同之佢話四戰長假戰行都不打了。如果你是數之上是拖時嘅運到跟大契生之。近你最有幣子會蒙契龍閃幣石砌尺方面用於或者水晶就最好，因為呢啲都是吸收咗日月精華契天陽礦石能量好強，將一條龍擺死你契真東方面上主，你想爭乾隆耀仔確可以幫你催旺，古人遠等大人物自四水龍契貴人嚟提示你，好啦，但是我對主要是兩個都聰明都不得了契。生肖皮打是星流合石同埋後呢兩個生肖佢話試試下生肖到面契只能試試，一個朋友冷靜沉住，有深層秘路契智慧，處地呢亦非常生於口，有策略性，能夠淡出人性，所以特別是可做籌劃分析或者幕後官事住口契朋友，聰明靈活，發現極快創意，某時而且實有能力以老是人傳表面契犧牲過。最適合作契荒友或者對為契工作，當時契身謀遠慮遇上後契靈活變通，就喺膨脹處好多賺錢契一啲升視為同星彩路，佢啲組合咗後時嘅四大扭而嘅四手腳大扭神出離契，自制手腳契至閪靈河間去指成，而且四指性契過程表面遇到咩嘢突發狀況，後有佢隨之應變，寫有佢事後面修改策略。兩個人派住上真死佢話，喺站戶不慎好多人話數所同數後契人。如果做夫妻夫妻永遠無係晚，因為兩個人都干向而生事戶，情義都為身隨邊度運，有咩嘢先投資佢做。不過又留意契師有實，兩個都太聰明，大家都食啲收收買買，好容易會好坑猜度。但是只有呢兩個生肖契人能夠打契升飛。天晴可咗取啲契賺錢能力，絕對係時一生肖做係右面數一數嘅契，因為取啲唔單止運到錢仲後，使得點樣去錢運錢，社會負責制定長遠契投資計劃，佢就可以用取嗰啲精靈契除角去揾市場上面最新契機會裝進和備查閱指引管理。如果你是數些，但係你身邊契朋友都係比較明嘅保守家。冇一個可以自發到你契靈間，你可以借咗後契能量時，你樹題或者辦公台上面備翻一個石珠馬契口值，備上一個叫做馬上風球，四選處裏面隨華師醫院同志原契一個口長契之上，為後契戶行統誓樣，
但是有戰同房屋契妥適，又用氈樹或者木質契到地。但是最近有4個生態有機鋪，將儲擺喺你電腦旁邊，每個連生潮生，到頭到大尾猛沙。儲上香至考試馬了間，零河擺變佢零渣沙。現住有先注意藝術後契朋友，如果你住得自己層就好多子彈四就死，某一個層原契規劃，搞到啲錢轉運又起晒間，你就需要自死社契陳運同自開。你可以自時嚟消時契地方，或者你放鹽包貴重物品嗰個櫃桶裏面放一個試手契盤。諸情一春啟實閃擺細砌砌，最後4如何就喺度些呢？嚟石頭可以幫你注持息。正是好時地保護自己，同埋隨循能量啟動我，借儲啟力量可以提升呢座，也有更有智化。護好間大事，慢慢為自己建立個穩固啟財富。最後一對 ADM 儲藏啟黃金組合，就係胡為流合馬同埋樣呢，對住可係行動派同可平時就啟完美，只係屬馬契朋友熱情奔發，充滿合理行動力職場。是話阻住咗啟人處地，好參與上難度挑戰，互怕死地，所以好多時都能夠開拓到新啟市場。但是選馬契人有個盲點，就是有時太過急躁，做嘢潮快互醜盡，而且情緒比較大，生大羅伊互順靜就容易同人發生衝突。嗰對處地契齊為此事有好大影響。屬羊係朋友最上天派李安富呢 PM 盲契溫柔力量人咩事12生肖裏面最溫和、最善良、最有包容力契傳。處地生於是條好有藝術氣質，而且對人真誠能夠是互生互死之間，安撫埋契招就情緒。但事後吵間想衝出去同人吵交，或者因為一時衝動做咗個錯誤決定因。就為事處外邊清清提示，不如停一停，慎一慎無時間接啟分平靜契幫馬避開好多不必要嘅麻煩同損失。是做生意或者自強生馬，同樣契好咗佢一滑，是攜而玩千斤，亦有達到一個好可惜嘅平衡。屬馬契人佢負責對外義務契會，清醒而處地個重重正統近人呢，好容易疏忽導言數人契人。就可以負責呢部管理城鎮同靠府，處地契嚟先同事先，佢係令到啲科有邊自由歸契，跟住呢有個組合做出嚟契嘢，唔單止有時我哋總有零錢米，而且人契股空殊途，馬契互行水可勝途，所以屬馬契人係好自然，更願意去照顧同支持屬羊契人。屬羊契人以為效忠性，更虛報呢種關係是非常牢固契。如果你四處馬想做事更加沉穩，午後情你跟衝動，你可以使你契辦公體上買翻你支可愛契土此人，最後私生節或者陳全契，因為先人契太子好之上契猶豫羊仔，可以幫你化解工作生契，是非同辛苦氣躁等，你可以更加冷靜咁去判斷善事，唔係因為而使係用死更走咗啲財神。如果你使屬羊覺得自己有時太過被動缺乏自信，錯失作無受之慧根，你就一定要知馬契力量時你工作嘅地方，擺翻一支向前奔騰之太契馬前擺射自住馬友，是某人設契間人先代表自由奔放充滿跟戰齊字方面用同或者無刀的，將佢擺勢嚟契正南方，因為馬戶行受可整能嘅數可佢幫到你增強行動力同資源成先。令你簡如飽和志許，五好仔作為個冇廿流好好啦。著名珠寶騰終於將呢廖大行正施展住可，同大家詳細金上雲碑。我知道有啲老友仔一邊聽，第二邊可能已經事到書證，身邊邊個細你啟落下貴人。如果你搵到公勢力，你真是有好真啊！個人多啲同處事犯親記合作，處就死你最好契風水。但是我知道更多契朋友可能會住得好，可是因為數理處處身邊最親近契人，互持人老友同時，某一個重要事會生。所謂名利有時終須有名利，無時莫長情好長籌互鬥契人。我哋佢長籌嗰個戶，我那個就是我哋勸書啊，所講契嘅原始時頭顯示每一個如何有面。我已經同大家講咗對應契之位小拜社呢，啲都係最簡單最直接契方法。但是我只有啲老友知，可能聽完都重視，覺得有啲亂。
或者自我清應該擺邊各方位用咩嘢砌砌。最好護士單線，我建議大家可以揾本部仔或者用手機積咁。我頭先所講解重點都俾四屬於你自己嗰個生肖契批對統擺射方法，我呢啲都只好簡單契嘢，只有花少少心思就可以為你契生活帶嚟正面契改變。記住泉水護士由你做大龍鳳係用要一層，每日做手例子落嚟就4號長係嚟2號啦。講到呢到關於12生肖點樣揾到你啟示戰守護神同埋點樣嘅係基本上已經同大家分享晒，不過我精意上再送多一個 tips 俾你點。其實一個人契元煞係一個好嚟睇佢啊，除咗你有某貴人扶持之外，你自身神化出嚟契齊嘢，即使我哋曾意講契面印上其實都係注定，你原定衰元契關鍵，你又冇試過明明咩都作做晒，為難有時都但是無知電者啲人見到，你就好似另外面或者情誼，人哋一啲小人使毒將士啊，更非又或者你一直都想揾個好對象，但是無知跌節調下遠，後事同你有仇間瞪你瞪住都瞪唔到，但可能隨啲就長死。你蓋面上面一個陳嘢被你忽略咗，契位置呢個位置我哋選擇叫做人緣宮，除識地你正戶靚仔正戶靚女，是地呢個特定部位契夫勢光澤飽滿程度去判斷。你正黐契形之官司桃花位同埋貴人少能契，走上好多人呢自單身或者去到邊度都別人針對看咗好多份工都四同細客戶嚟處理，曾經同我講師傅我死未生地樣衰啊，我同住講絕對無四指死，而唔係你忽略咗你面上契人員工處係齊長無精，所以升為近樣只有你用對方法護士去盡用，護士處埋地口佢係好負偏，只需要用一啲日常生活要面好簡單嘅方法啊，呢度日常好苦嘅步驟，一啲簡單嘅化妝技巧，甚至基本上你契化行就可以喺1分鐘之內化寫你契小人為隨旺，你契貴人運同桃花運，令到你契下先緣佢人緣生思緣都一齊放翻晒啦個方法，簡單到不得了，是一個3秒地面上契抽，簡易化文無需要你實地負責契面。上書只有我告訴你哋，你面上嗰一個頭頂位置，你自己每日市面做整佢時候，就可以自覺知道自己正值契狀態，事成受人緣頂4走桃花運，然後馬上作出補足，是未考成詞啦。那個就是我第下一次影片將會同大家獨家分享得緊啦。我保證你嘅內容是我哋追面住寶堂之禮咗。更多年人個正統計位只會喺精演濃縮，而陳契精華催眠師絕對聽唔到契。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可以令到身邊所有人都同意，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同意契人對你留下新個契，好影響點樣可以使職場上成為一個受歡迎契，萬人迷間，你就一定會可以錯過我第32期契影片。記住智慧師樓備有準備契人，更加師樓備嗰啲已經訂閱咗打開咗小年單契成無仔女，你今日訂閱咗下個禮拜呢個改變你領完契尾就會準時推送俾你。如果你冇訂閱，可能演算法就唔會再推薦我滴契片俾你，而家你就去同你嘅金寶櫃契方法查生嘅果，你話是咪好細啊？最後我想猜一次，多謝更多位資方朋友做定聽。我講咗近嚟我哋著名珠寶騰係宗旨，就是打破傳統傳書契文卡，變你最簡單最易為契如人，將正統契源智慧融入大家契日常生活啊，等大家都可以過得順風順水，家仔平安。我點會講硬龜契花枝透露，只是將天干地支五行時節呢啲傳說只是翻成而長，專登 place 夜叉影細條嚟家豬擺細調整造成方為周順。因為傳說會喺未成，而是人都能上手依場原始打理指南。記住我哋係成年先打理好身邊慈祥嚟清師樹齊出人緣自然順暢。只有踏實地過後，未就把居住環境生活習慣打理妥當，本身就是最後契水。如果你覺得建議契利用對你有啟發或者幫到你，我希望你唔單止自己收買，仲可以將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契親朋戚友妥別四，
你關心嗰個人，你開一個分享，可能就是幫助打開咗二線口源啟文。點樣分享你好容易？你只有前影片下面嘅嗰個箭嘴就可以將其分享，全力開通宣傳住社交平台等都有書有客人地道。正所謂送人玫瑰手有茶香，你幫人天賦齊嚟知，我知都會知，但好多苦之後啦，只你開分享就到呢，到為止。記住我細啲開頻道主持我哋著名珠寶堂，晒期影片同你不讚不散，到時我可以教你點樣的。你塊面上客人員工等你就一就4座，最多建議有點樣打扮點樣講說話先，佢人見人愛妻見七就有人見，你掉頭走過人見你鋪買你，千祈唔好錯過啊家就快啲訂閱，請買過嚟嗰個鐘仔打開小鈴鐺，知住你啟航真大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